这带来的舞马呢，分为3个阶段，我们可以在舞马当中看到，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年龄阶层进阶前的生活技能的训练，宝格隆爱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。然后呢，到了第2阶段的时候，就是敬告祖灵进阶勇士哈，真正就有 Slar 的名字喽。再来呢，第3段就是跟随先人吟唱古调，所以是非常具有文化底蕴的一段表演。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们带来进阶的表演，掌声欢迎！ Woohoo!
我们的县长也起身来，谢谢我们舞蹈团带来精彩的表演。谢谢，好来，好来。好，我们舞者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敬礼，谢谢。